今節講切家啲熱約翰書2第1章，雅計字5去講，愛寫本語各樣嘅使用，是到你唔係跌落罪惡，是到你唔係做落罪惡嘅方面，但係講你跌落罪惡，你咪做罪之時，佢講切家啲切家要隻救恩。曉得個火是切家嘅錘，要隻救主曉得錘火是對於天父嘅面前，就係耶穌基督公平嘅主，曉得個火是在天父嘅面前，當切家咪跌落錘之時，當切家咪做落錘惡嘅之時，因為到這個人類跌落錘，人類做錘。這個當下要加強這個嘅錘，這個當下要出強這個嘅錘，但係透過耶穌基督來到世間死在十字架，3日人係嘅復活，就係為了贖這個嘅罪惡達到方面，咪人相信基督，這個得到火是對於個罪惡嘅方面，在天父嘅面前，這個得到原諒。約翰書2第2節用講這個。佢都係更加火是熱切嘅罪惡，佢係啥呢？就係耶穌基督火是更加熱切嘅罪惡，佢唔係打槍，火是更加單殺嘅罪，但係對於兩種世間裏嘅人類嘅罪惡，佢都介意火是，佢嘅條件就係這個叫謙卑嘅心，心裏相信佢耶穌基督死了，贖這個罪惡。復活為了是個得到永遠嘅生命，萬人相信佢在心中裏求你信任佢，是個得到火是對於啲罪惡嘅方面，因為是個熱切嘅罪，本佢擔喺在十字架嘅，佢來世間死擔兩種人類嘅罪，就係全世間人嘅罪惡，本佢擔喺阿沙是個係相信佢，個信任佢，做耶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